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Raymond 哥夜晚有路尋嘅頻道。今日咧要講嘅咧就係周日沙田香港寶馬打比大賽2026。哇！今年咧呢馬匹實力咧非常接近，相信一定有一番龍爭虎鬥啦。好啦，今日咧我介紹咧就係4匹馬俾大家參考下嘅。而第一匹咧就係紫荊盛世。嗱，上次譽為打比預賽嘅1800米咧，佢後上如飛，擊敗同場嘅對手，贏嚟咧仲好有餘未盡。相信咧2000米咧更加合佢發揮，側身未見底嘅馬呢場有機會穩位望贏。咁第二匹咧就係小鳥天堂呢隻明星馬越跑越進步，後勁強橫。雖然咧佢未跑過2000米，但係仍係有一定嘅實力。睇下姚仔嘅發揮，同埋睇下同丁冠豪可唔可以擦出火花贏馬啦。至於第三匹咧，當然係數字天文啦，一再證明咧係一個正宗長途馬，佢嘅跑法又夠主動，且戰且走，佔盡先機，今次三甲有望啦。至於第四匹嘅咧就係白路金剛啦，呢隻馬忠心準誠，係一路騎兵嚟㗎，隨時有機會有力偷襲㗎。好啦。今日總結嚟講咧，我嘅心水推介咧就會用3號嘅紫荊盛世做膽，拖1號嘅小鳥天堂，2號嘅數字天文，同埋4號嘅白路金剛。好啦，預祝大家贏到飛起啊！我哋一齊去見證呢個精彩嘅打比大賽，到時見，加油！